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四眼仔 AI 足球分析，我係四眼仔。我呢條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AI 分析網絡上面嘅球賽往績數據，去模擬球賽結果。如果覺得內容有趣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唔講咁多，我哋馬上開始。阿士東維拉目前18分排名第二，以確保晉級附加賽。但艾馬利嘅球隊目標顯然係直取前8，以避開額外嘅2回合淘汰賽。維拉最近喺聯賽中表現出色，上週末2-0擊敗紐卡素，展示咗強大嘅主場優勢。維拉喺主場嘅歐戰戰績極為強悍，具備衝擊主場歐戰7連勝嘅心理動能。薩爾斯堡紅牛則處於積分榜嘅危險地帶，得6分，排名第28位，必須喺維拉公園獲勝先至有望躋身前24名。然而，薩爾斯堡喺主要嘅歐洲賽場客場已經連續5場落敗，且歷史上面對英格蘭球隊嘅戰績係2平6負，從未獲勝。維拉方面，雖然泰利文斯嘅缺陣影響咗中場深度，但係艾馬利嘅戰術體系對於替補球員嘅融入非常成功。核心進攻球員摩根羅渣士身價高達7000萬歐元，係目前隊內最有威脅嘅火力點。薩爾斯堡方面雖然陣容相對整齊，但球員喺歐戰高強度對抗底下嘅穩定性存疑，尤其係下半場容易失球嘅弱點。本屆賽事12個失球中有10個發生喺下半場。以下係今場比賽嘅模擬結果。模擬分析認為，維拉強大嘅主場壓迫力同薩爾斯堡薄弱嘅客場防守形成咗鮮明對比。模擬顯示維拉喺比賽前半小時內取得領先嘅概率高達42%，呢個將迫使薩爾斯堡喺下半場大舉壓上，從而留俾維拉更多嘅反擊空間。波圖目前14分排名第9，距離前8嘅直接晉級區僅有1步之遙。對於波圖而言，主場對陣已確定出局嘅流浪者係攞滿3分，衝擊前8嘅最佳機會。波圖喺火龍球場嘅防守穩健，最近6場正式比賽中有5場實現零封。流浪正經歷一個災難性嘅賽季，過去10場歐洲客場賽事輸咗8場，進攻端極度乏力，場均進球數僅為0.57球。模擬顯示，波圖獲勝嘅穩定性係本輪所有場次中最高嘅之一，而球隊優勢指數為波圖負 1.5， 呢反映咗兩隊喺技戰術與精神狀態上嘅巨大鴻溝。羅馬目前嘅處境相對微妙，15分排喺第6，一場平局就足以俾佢哋保住前8嘅席位。然而，羅馬目前嘅傷病問題極為嚴重，前鋒線嘅杜夫比克、艾沙拉維，中場嘅高亞迪奧干尼，以及後防核心馬里奧開莫素都無法出戰。彭拿典內高斯喺賓尼迪斯嘅執教下，主場表現穩健，最近7個主場歐戰贏下咗5場。雖然佢哋已經鎖定附加賽資格，但喺主場迎戰豪門嘅動機依然強烈。歷史往績上，希臘豪門曾多次喺主場讓意甲球隊嘗盡苦頭。基於羅馬嘅人員配置缺失，本場比賽嘅進球期望值被顯著下調。模擬預測，呢個將係一場節奏緩慢、充滿身體對抗嘅比賽。彭拿典內高斯優勢指數為加 0.5， 或入球趨勢 2.5 以下，係模型俾出嘅最佳預測。以下係所有賽事嘅模擬預測。歐霸盃36支球隊將同時迎來聯賽階段嘅最後一場較量。新嘅賽制規定，前8名直接進入16強，第9至24名進入附加賽，而25名及以後則直接淘汰。目前積分榜形勢極為膠着，里昂同阿士東維拉同為18分領跑，但身後嘅弗賴堡17分、米迪蘭特16分同布拉加16分，隨時可能取而代之。大家又會覺得邊幾隊入到前8名，又有邊啲隊要打附加賽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覺得今次分析內容唔錯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係四眼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